必须得开呀！我不开他能喊一晚上，楼上楼下挨个敲门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那什么，那个都准备一下啊！那个来了！老公，回来了。怎么又喝那么多啊？我没喝酒啊，我在矿泉水。矿泉水。我又怕你晚上一个人不敢睡觉，我就带着家伙来保护你。还带家伙？哎，我的家伙呢？我给你好，哦，在这儿，在这儿呢。这个这个大师开过光的扇子，是。以后谁要敢欺负你，我就啪，我就扇死他。我看你以后还不敢跟他们结为款。小保姆，你看你那脸假的，这也是打了玻尿酸的。喂，我跟你说啊，玻尿酸不能乱打，中毒。这，我给你把小扇子，你拿着，你扇，把玻尿酸扇出来，就扇出来。冷静。老公啊，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呀，我呢就给咱们谈了一个大生意，是吧？广告征信会啊，一村多少份？哎呀，多少份？1000份。是1000份。1000份啊！天哪！你就说我厉不厉害？厉害！天哪！你就说厉不厉害吧？厉害啊！我们开瓶酒庆祝一下吧！好，看庆祝一下。家里没酒了吧？对呀，没酒也没关系，矿泉水一样的，只要心里有，喝啥都是酒。是。玻璃杯呢？杯子我拿。没杯子我怎么庆祝啊？其实扶一下。我拿杯子啊？没杯子我怎么喝酒啊？别！我去拿垃圾桶。我吐啊！跪！你俩干嘛呢？我俩找了个凉快的地儿乘凉呢，睡会儿觉，一起睡呗。这样不好啊，姐姐我还小，就喜欢跟小的一起玩儿。老公，这有2个小保安，你俩出来！老公啊，去吧，出来！这有2个小保安。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一家人团聚了，我们就走了啊。来都来了，往哪儿走啊？一起玩呗。姐姐，我真的还小。装什么呀？老公，我们带他们一起玩个那个刺激的。别动呀！别刺激啊！别！长远接龙。谢谢。那时候穷啊，生意不好。为了接生意呢，只能陪客户喝酒。我酒精过敏，不行。李白比我稍强一点，所以他就每天晚上陪客户喝酒，喝大酒。见不得李白成了酒鬼。接单子要喝，接完单子结尾款也要喝。哎，有一次有一客户啊，各种耍赖不给钱，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：“我就不给你。”你说说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就是一开印刷店的，我能怎么办？李白结婚，拿着拖把上去咣咣一顿干，
最后店也被砸了，还给人赔了医药费。怪不得他昨天满嘴都是给你拉生意，还生怕别人欺负。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因为我。我能不管他吗？后来他喝酒上瘾了，喝完就耍酒疯，我实在是没办法呀。所以你就跟他分手了？分手？他当时走的时候啊，就给我留了一封信，一走就是1年半。然后我就找女朋友了，然后他就回来了，然后他喝得更厉害了。你说他这是不是病啊？我们要不去医院看一下？看了，医生说是酒精依赖，开了药，没用。你们答应过要替我解决这个事儿的，不能现在说不管就不管了吧？管，这么好的姑娘，一定会管。姐夫，我看差不多了，他都喝了4大块啤酒了，肯定认不出你来。哎，姐夫，你跟踪呢？说话那么大声，不怕被别人发现？行，知道。女子，不好意思打听一下，这里面有厕所没有？陕西人，哎呦，那是西安的。哎呦，老乡呀！厕所哈，里面有，直走，咱们拐一下就到了。哎，女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多句嘴，你刚才戴我手链儿，对你运势不好。大师啊，坐，大热天你进来聊两句。进去聊两句。你进来喝口水，好不好？行，来。确实不行，你戴这手链确实不行。现在啊，属鼠的人呀，地支为子水，这子跟着午相冲，午是马。你看你我手上戴的是啥玩意儿？拿回来。不戴了啊！哟，我的天呀！把你帽子拿来。这上面是啥？阳字跟着胃相害，阳就是胃。你戴着帽子，你我脸就是一个病脸。平时都不戴。这字呀，还跟卯相刑。兔子，我的娘亲呀！你这身上还穿了一个小白兔，牛这个上面还有心头。哎，大师啊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你咋知道我属鼠呢？水有专攻，你这里面谁是送快递，谁是保安，我一眼都能看得出来。太厉害了！哟，你这喝啥呢，宝贝？然后那个啥，就是天热，你知道天热我随便你。我的天呀！